马蹄头吃出去，吃啥子瓜比你吃啥子瓜吃？皮腿只说的热吗？西沙里霹雳皮木瓜吃一点天，耶稣里一出配不得，拉错阿比我阿妈说阿里贝拉比难呀路，过这一晚里。诺亚过的第一个说约翰我被说提不抓了，伊利亚我，俺呀耶利米我，俺呀没能早说不挂嘛提罗我被甩米提不抓了被干了。过天伊利伊话的，过了俺呀我阿妈努娃呀阿里贝拉比难呀了。什么皮头里破个是，努那只说过提罗嘛我，谁家嘛不啥伊阿比我被破干了。过天耶稣里伊的，就那伊啥什么。努那个就是抓了，阿六贝伢去嘛那，拉错里努的木个妈妈啊，木瓜瓜爹妈我爸爸里木个妈妈咯，我在努的被干你，努那皮头我，落地去嘛特色瓜，我裤子从我走大一样我，学着一万年嘛里，我裤子从的花里嘛裤，我伢不傻怪做努的个我，明年瓜努里阿是错大伢，木瓜怪米错大我。明年关努力阿学副干呀，莫个怪米副干我被干了。过了是一次讲呀，只是过去罗阿妈的米嘛被干那嘛，一次配不的被干了。过去只差不，耶稣里一年就罗沙流过节时，错误错的外比，地怕无度日数比，这干嘛怕不来配过啥子嘛阿娘只拿干买比，是干买米都就是。三年前你qua谁来那干嘛？一做配不的，对白马个不多了。过天皮头里一袋糊涂就是，是跑阿里爱米弄得过路塔个里子白了。一年地婆是皮头的，啥的我的他提嘞，阿六白年弄那我吃提头阿了，弄得咱们家不啥你了的嘛好，弄那出在就在酒馆里就在第二步白干了。